1月27日，在安區某一間補習班發生生衝突，造成一位國小低年級學生被高年級學生強迫吞下照事件。對此，教育局日上午在永華市政中心召開記者會，說明教育局結合通報時間，以及對着補習班違規行政裁處。27號的時候發生，可是園方呢，一直到29號，那麼因為家長簡訊給導師，那後來導師去詢問之後，那麼才有這樣的所謂告知跟通報到社教科的一個，還有學校的一事件，所以有拖延的情況。那當然，學校30號通報之後，教育局、社教科跟學輔科，那麼立即來啟動，那麼進行行政調查的時候，也發現，那麼補習班，那麼有2件的違規。我們稽查的結果呢，這個補習班呢是這個兼營呢這個所謂安親班的業務，這個違反規定。那第二個呢是聘用了就是沒有登錄的教職員人單名單，這個違反第2件。第3個事件發生在27號，那麼有學生呢傷害的事件，可是沒有第一時間呢24小時內通報，違反兒少相關的規定。另外，針對補習班無法度提供數學時段監視器說明，業者表示，應在這個事後發現損毀並送修。教育局強調，將進一步查證，敢有涉及刻意滅證，若查證屬實，將依法將嚴裁處。補習班呢的這個園方的說法，我們未必會相信，但他講，他28號呢發現這個硬碟是有毀損的這個情況所以送到送請廠商呢來進行檢修，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新的硬碟28號以後的，但這是不是確實，或者是補習班有刻意呢毀損硬碟？只要有刻意毀損硬碟，我們會比照之前一個幼兒園的事件，會有這個所謂湮滅這個證據的這樣的行為，我們會依法來開罰。大家釐清真相，也希望大家了解之後不要以訛傳訛，我想。都是不必要的在補習班2樓進行中島群，屬於生活照顧安親囚犯，已經明確違規課後照顧業務，將依《兒少保障法》第76條第2項、第105條第1項，裁處6萬塊到30萬。另外嘛，查獲工程教學人員發現補習班無佇咧補習班管理系統申報師資名冊，將會依補習甲進修教育法第9條規定，裁處5萬到25萬。但是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